他就是习惯了，就是每天的那种习惯了。你人安尼看一粒还贵贵嘞，7块。哎，意思是袂貴啦，買啦，安尼有隻料啊，也白蔗哦，白蔗啊，白菜。很大力哦，吃一粒下去就饱了。这个是老经验了。OK，好， OK，感謝，好，